哇哦，非常的热烈哦！对啊，张经常最帅。 哇，看看我们的尚云老师多么的美丽呀！张老师，钟汉学长，哇，喜达，哇，可以学长点入围最佳男主角，你觉得会很紧张吗？ 希望得奖。那么要不要为自己今天的服装做一下介绍？是啊，今天是小妹的哇，这是俊男美女啊！顶峰向上，今天每个人都是闪亮亮啊！谢谢学长。我的双姐，第一高手，我比大子学长，第一学长，有一个都有，我来讲一下。我现在在推动，然后希望就是可以活动可以顺利。那要不要替自己的服装店做一下介绍？哦，就有业内的 feel 吗？没有啦，就没关系，就稍微漂亮。好，学长，你说。 漂亮！
对啊，又有下雨又有龙，所以我想我们的演示呢一定能够一年比一年更好。同学们，对不对？对。那我们老师的心情现在是如何呢？很紧张啊，因为第一次穿的那么正式，然后把自己稍微装扮了一下。学姐进场，来，是我们的学姐，掌声欢迎一下。她是小公主。黑白配对决进场了，还有我们的女学姐，好漂亮！哇，那个今天是我们的。雨君学姐已经自刎。哇，这是俊男美女耶，男的帅气，女的美丽。哇，真的。星光大道入场的是我们的。哇，每个都帅气及美丽啊！哦，哇哦，每个都闪亮亮，好。还有我们的学姐。喜欢看风格加上文艺组织的是让人家眼睛亮啊，赞吗？李老师，学长好。每个都非常优雅。今天大家都隆重打扮哦。那是我们的奶油文情秘城，真的是小公主。哇，我们现在进场是我们的国宝还有我们的新宇楚威。哇，我们的恋情是如何呢？之前那我入围来讲，心情是如何？有没有把握？那入围了更加动力，那心情是如何呢？好，加油！希望你们。国家进哇，了，还有我们的诗翰同学。大家越来越闪亮了。哇，黑文上场了，对方赞美，谢谢。谢谢我们的名家，哇，大家掌声加尖叫！小公主。哎，请上来，请上来。雨君是。那有没有把握呢？还要加油，要有信心。恭喜大谢谢。家。好像星光大道哇，有我们的秀妃，好漂亮的是小公主。哎，敏智跟真叶啊，哇，走路有帅气的感觉。我们的千万学姐，哇，帅啊！看不到衣服的时候好帅气。好闪亮，闪亮到好啊！美哦，好清新啊，赞美。好亮哦！我先讲，主持人就是要多变，所以我才准备2套衣服谢谢。谢谢我家人的名字，请都进来了。好漂亮哦，黑白配呢。很多黑白配使我们的经典很舒畅。哇，现在入场是我们志成同学、嘉武同学还有裴坚同学。哇，好漂亮哦，真的有闪亮到。大尖叫！哇！我们的双玉，有小仙女啊，真的好可爱。哇，明明有艾薇儿的风格大粉也有哦，哇！好漂亮哦。哇，我们的叶小王子驾到哎，还有我们的小大公主。 Ava 啊，赞！我准备2套衣服，公爵装。哇，围裙好帅，和我们一样。哇，你哇，们这是我们美丽又到100现在进场是我们的金明同学以及品明同学。好很香
学传播艺术系的系主任，然后我们。放下赞叹国歌的刘校长。 今天呢，来到这玉镯奖，非常的高兴。今天是第几届？你知道吗？今天是第3届玉镯奖。确定？非常。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心情会非常的激昂吗？激昂，你心情激昂，为什么？其实啊，早在15年前啊，已经办过艺术类科全体性的玉镯奖这个活动。那为什么办了15年，今天又中断，然后现在又办？因为啊，在前3年啊。影视科这个科系啊，就独立在办了这个玉镯奖。每一年啊，大家这个孩子啊，都非常的，然后同学都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所以我觉得得到这个奖是真的很大的荣耀。对啊。好，我们现在先请来宾致辞好了。好。好，我们先。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校长为我们致辞。赖建成，赖校长。 董事长，我们刘校长我们会长，真声广播电台的台长，我们科长，各位长官、各位贵宾，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中来参与我们第3届的艺镯奖的颁奖典礼。我想这个是孩子的一种学习成果的一种展现那么当然他们在漫长的一种学习的过程里面。 他们期待说，在一个片段就是把它切割，然后做一个作品的一种呈现。那么从1年级到3年级，这中间当然有的不见得是非常的完美成熟，但是我现在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家长会长杨生妹梁会长为我们致辞。董事长、校长。 我们向上国中的刘校长，以及我们在场的贵宾，各位今天非常恭喜的所有的同学们，大家晚安。今天最爽就是刚才经过这个星光大道的那一刹那，我终于了解所谓的明星是怎么样的心情。 所以呢，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感受这个荣耀。也希望呢，今天的颁奖典礼呢能够圆满完成。谢谢您。天亮，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善了。曾经遥远，听花地老，一不见你，目张张，这份情。 永远忘不了，为什么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元浩，是你在弹琴吗？豪哥，看不出来你会弹琴呢，哇！讲几句话。哇，对。哦，你会找打手，我还以为你会弹琴。没有哦，一起来。你为什么要帮他？你为什么？他就找我来。哦，他找你来你就来，可恶！走开啦，钢琴收下去。我就想说，国芳姐很帅哦。很帅，哪里帅？你找打手有帅吗？哦，你都不知道，我想要学钢琴弹给你听啊。哦，弹给我听，少来了哦。找打手还找一凡，哎，一凡啊，真的是吓死我了！看他，对，对啊，而且还常出去比赛。都是艺术家。哦，那接下来我们来颁发下一个奖项。第一个奖项是最佳幕后贡献奖。哇，郑元豪，够了吧？如果没有幕后的那些人，也没有后面的那些人，我们今天怎么可以在舞台上这么发光发热？对啊，当然喽。我们还是看第一个奖项，最佳幕后贡献奖。入围的有。最佳幕后贡献奖入围的有廖竹伟、吕雅文、肖凯、施雅佑、林心杰、江志文。我们有请我们的影视科主任邱顺成邱主任为我们颁奖。开场灯好吧，请开个场灯。OK， 我喜欢这种灯。请把幕升上去。你看我们的主持人，一紧张到连跟他才待2年的名字都会念错，你看。难怪我走路一定要这样子啊！那我怎么办呢？我们原谅他一次了，我们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当然，他们上台的经验没像我这么老练，对不对？真的要讲主持人，当然要找我上来。不过总要给他们这些小男生、小女生练习一下。让我们在座的各位来宾、各位同学们，请再给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一次特别的掌声，好不好？希望这样的错不会再有第2次，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那个好，那我想我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第一个，我先颁发最佳幕后贡献奖。那影视科的这一次的所有的奖项有2个奖是由我们影视科的所有的老师来决定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幕后贡献奖，还有一个是最佳新人奖。这2个奖项是由科里面的老师来决定的。那以最佳幕后贡献奖，往往影视科有很多对外的表演、对外的比赛，那因此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同学。没有，我在演戏啦，你不要。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同学他必须要来负责灯光跟音响。甚至影视科校内也有很多的活动，我们需要同学们随时来做录影跟做剪接的工作。所以影视科的小孩子确实是非常的累，因此我们必须要有设定一个奖，把这3年来特别用心、特别的付出的这个同学，我们颁给他一个奖项。那现在我来宣布得奖的名单。不愧是影视科的小孩子，你的学弟学妹们出状况了，可是你的学长姐还是一样给他这么的热情，把这个气氛给炒热，不愧你是影视科的，对不对？好，最佳幕后贡献奖得奖人廖福维。该说是什么？什么？交接？不要，这太快，等下，我那个资历不够，不要这样，不要。首先要谢谢
谢纯飞啊，还有邵老师给我那么多磨练的机会。那我觉得会拿这个幕后贡献的是大家给我机会磨练，然后我也很为大家付出，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奖啊，大概就这样吧，我也紧张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学长。接下来我们颁发是最佳平面摄影奖。最佳平面摄影奖啊，就是光展览非常多，对，我们一次就花卉摄影展，超优。而且啊，也配合了学校6月2号园游会办的全科性的摄影。对啊，你知道吗？潘老师啊，还特地率领了自己的学生上山下海。上山。牙齿摆不整齐，讲话跟鼠雷一样都会漏风。哪有阿贝啊？他念飞机的时候，他都会念灰机呀，灰机。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最佳平面摄影奖入围的有。最佳平面摄影奖入围的有：只缘身在此景中，吴香菱、美人胚施嘉玲、家常戴敏珊、人生缩影黄柔璇、博肖凯。接下来我们由我们音乐科主任蔡富美蔡主任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说摄影最好的摄影师呢，就是把那种最丑的东西把它拍得最漂亮。我觉得他们会得奖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来拍过。OK， 笑声不够。里面真的是有我。肖凯，好，我讲，换我讲。家常，我讲呢，戴敏我对摄影不是很专长，可是我要谢谢潘志明老师，因为他带我们出去外面拍摄，所以让我得到这个奖，谢谢。好，接下来我们颁发的奖项是最佳剧本。千万，为什么让他说剧本重要？剧本当然重要，剧本是我们的指标，它会告诉我们要什么演员啊，要什么服装、道具、灯光，然后需要什么种的。够了，说那么多大家也都烦了，我们还是看一下入围名单有好。好。我们看一下最佳剧本入围的有。最佳编剧入围的有：都是马桶惹的祸改编周可金。爷爷再见改编周可金，消防谁家水滚了周可金，爱情 SPA 康恩琪，偶然的对话高仁浩、黄浩成、张春红。好，让我欢迎舞蹈科科主任洪淑玲为我们颁发这个奖。洪主任，董事长、校长，各位贵宾，还有各位我们即将毕业的同学，大家晚安。要有一出非常成功的戏剧演出呢，必须要有很好的剧本来作为那个脚本哈。那我相信今天得这个奖的同学呢，他一定是非常的用心，付出相当多的努力。那现在我就来揭发这个奖哈。最佳编剧奖得奖的是谁家水滚了？周可金，恭喜你！
第3年再上来是这样的感觉。2年级的时候也是拿就是最佳编剧。2年级的时候只记得要上元老师说，可金啊，每个入围者都要准备一段话，你要准备哦。好，可是太忙了，太多事情了，那就忘记了。然后上来就噼里啪啦讲一堆。然后3年级的感觉就是，我好怕我等一下会忘记感谢谁，因为真的3年以来真的太多老师就是指导过我，那帮助过我。那我真的要感谢准备在忙，准备去忙碌了。OK， 准备带我进青年高中，才会让我这个机会。那还是要，当然第一个应该感谢我妈妈，她现在很忙碌，一直在拍我，对，然后还拍不见，一直拍不到，因为相机太烂了。对，因为没有妈妈就没有我，这是一定的。那再来就是阿贝，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感谢